窮人家細路想改命，比登天仲難。可你信唔信？一個12歲放羊仔，窮到連飯都未必食得飽，一場暴雨躲入山洞，竟然執到改變一生命運嘅機緣。炸雷剛響過，震到我耳仔嗡嗡響，手上濕柴仲未塞入灶堂，洞口嗰度黑影就撲通聲跌入泥水裏，血一下將濁水染紅。外面啲雨大到似天穿窿，豆咁大嘅雨點打落面上生痛。我縮喺山洞最裏，呢度係村中放羊仔都知道嘅避雨位，平時連野狗都唔多上嚟，偏偏今日呢種死寂俾嗰聲門響打破，我嚇到成個人一震，柴火跌落地，循起圈嚟點，嗰度黑影屈咗喐，原來係個男人，成身衫爛到一條條布咁，背脊幾道傷口反開肉，血混住雨水往低處流，啱啱流到我腳邊。我本能想往後縮，但係兩條腳軟到抽筋，喐都喐唔到。呢陣外面傳嚟陣亂晒龍嘅馬蹄聲，仲有粗聲粗氣嘅叫喊，活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嗰個反賊走唔遠。把聲就喺洞口外邊，聽落最多得幾十步。男人猛一下猛開眼，嗰種眼神似我爹臨宰之前嗰頭老狼，兇到嚇人，但係身體又軟到似一灘泥。佢死死捉住我條褲腳，手指甲都驗入肉，痛到我兒咧嘴，卻唔敢叫出聲。哈林，佢喉嚨發出似爛風霜一樣嘅痴聲，一個字都講唔完整。我個腦嗡一聲，心諗就係佢，呢個肯定係朝廷通緝嘅反賊，沾到邊都係滿門抄斬嘅大罪。我屋企得爹娘同我3個人，爹性格老實巴交，要係知道我同反賊扯上關係，肯定嚇到半死。可眼前呢個人明明就快斷氣，血止都止唔住，馬蹄聲越嚟越近，甚至聽到馬鼻噴出嚟嘅粗氣。嗰2個家丁模樣嘅人已經落咗馬，踩住泥水向洞裏探頭探腦。頂，呢種鬼天氣，嗰小子可以匿去邊？男人眼神裏嗰點光暗咗落去，手亦鬆咗力，似已經認命。佢另一隻手震震下伸入懷中，掏出一本沾血嘅薄冊，硬塞到我手裏。嗰本冊子用油布包住，雖然沾咗血，卻冇濕透。佢嘴唇喐咗喐，用盡全力擠出一個字：跑。之後頭一歪，昏死過去。跑？我可以跑去邊？外面全部都係人，洞裏又得一個出口。我望住手中嗰本冊子，又望下個差唔多冇氣嘅男人，心裏嗰股腳氣突然冒上嚟。我阿牛雖然窮，雖然驚，但係都唔係見死不救嘅畜生。再講呢本書望落就唔簡單，要係可以換錢，爹就唔使賣嗰頭就快下寨嘅母羊，圍嗰邊有個洞，外面有人嗌咗一聲，腳步聲逼近。我手忙腳亂，將冊子塞入褲腰帶，轉身揸起角落嗰堆準備分野豬嘅臭艾草同爛樹葉，一股腦全部蓋落男人身上。嗰陣味衝到連我自己都想嘔，嗆到眼淚直流。跟住我將屋企唯一嗰件帶住羊話尾嘅乾羊皮羊襀向上一蒙，將佢成個人裹到似一堆發毛草垛。啱啱整好，2個着住住渣嘅家丁就衝咗入嚟，手上把刀仲滴緊水。細路有冇見過一個受傷男人？帶頭嗰個滿面橫肉，瞪大眼珠口住問。我扮作俾雷嚇傻，縮喺牆角震晒，口裏亂咁念方言土語。雷公大大。另一個家丁捏住鼻，嫌棄咁踢咗一腳嗰堆草垛，晦氣咩味啊？呢個爛洞除咗個傻仔，乜都冇。帶頭嗰個四圍望咗望，目光喺我身上掃咗一圈，見我衣衫唔褸褸，瘦到似隻猴，明顯唔係佢哋要揾嘅高手，就啐咗一口，走啦，咪喺度嘥時間。個小子肯定向林里深處走咗。2個人鬧罵住走咗，馬蹄聲慢慢遠去。我癱坐喺地，大口喘氣，冷汗將成個後背都濕透。等我確認外邊真係冇人，先敢將嗰層臭草撥開。男人臉色白到似紙，呼吸微弱到幾乎感覺唔到。
我伸手探一探佢鼻息，仲有少少熱氣。你條命真係大，撞正我呢個唔怕死嘅傻小子。我嘟囔住，撕下自己三角裏仲算乾淨嘅一塊，笨手笨腳替佢包紮傷口，血止住少少，但佢依然昏迷不醒。雨仲落緊，山洞裏陰冷刺骨。我抱住膝頭望住呢個陌生男人，心裏五味雜陳。我唔知佢係邊個，亦唔知佢惹咗咩滔天大禍，只知道由呢一刻開始，我同佢條命已經綁埋一齊。嗰本硬邦邦嘅冊子貼住我個肚，涼爐酒卻似一團火，燙到我心慌。呢一晚雨冇停，我亦冇瞓，我就咁守住，不時添把柴，生怕佢口氣上唔返嚟。直到天快光，男人先微微喐咗喐手指，眉頭皺到好緊，似做緊一場痛苦嘅夢。天光蒙蒙光，雨終於停咗，山裏嘅霧氣仲未散，濕漉漉咁貼住塊面。嗰男人醒咗，眼皮震咗好幾下先擘開，眼神裏嘅凶光冇咗，取而代之係一種好深嘅疲憊同警惕。我端住一碗剛煮好嘅野菜湯，小心湊過去，大叔飲啖熱嘢啦。山里得呢啲，佢一見到我，身體猛一下僵住，抬手就想打翻我手中隻碗。嗰隻手瘦到似柴，震到似西康，可力氣卻唔細。碗喺半空晃下晃下，熱湯噌出嚟，燙到我手背。我痛到一縮，卻冇放手，硬係穩住隻碗，咪喐。我細聲講：飲咗先有命活。我要係想害你，尋晚就一早將你推出去。佢盯住我望咗好耐，嗰對眼深到似一口古井，似乎想由我臉上睇出啲端倪。最後佢隻手無力垂落，喉嚨又發出哈嘍聲，好似想講嘢，卻只吐得出幾個破碎氣音。佢指一指自己喉嚨，又搖一搖頭，眼神裏全係絕望。我明白咗，佢傷得太重，省仔廢咗，暫時講唔到嘢。講唔到都唔緊要，我將碗遞到佢嘴邊，我叫阿牛，你就當我係執翻嚟嘅小徒弟，只要你唔好死喺我呢個洞就得。佢猶豫咗一下，最後都就住我隻手飲咗幾啖湯，熱湯落肚，佢蒼白嘅面總算有翻少少血色。啱啱放低隻碗，外面突然傳嚟陣嘈雜人聲同狗吠聲，就喺呢度。尋日我見到嗰小子向呢邊跑，係村霸趙三把聲。呢條友仗住屋企有幾個臭錢，喺村裏橫行霸道。前兩日佢啱啱睇中我屋企個頭，就快下宰嘅模樣，硬要低價買走，爹唔肯，佢就揚言今日要牽走抵債。腳步聲越嚟越近，趙三帶住4、5個混混，手裏攞住鞭同繩，直向山洞走嚟。阿牛，你個兔崽子匿咗去邊？快啲將羊牽出嚟！我心頭一緊，下意識將男人向草堆裏推一推。趙三呢班人要係見到洞裏邊有個重傷外鄉人，唔知又會搞出咩事，搞唔好仲會將男人交出去領賞。趙三哥，羊喺圈裏。我而家就翻去牽。我企起身想擋喺洞口，趙三一把推開我，力度大到我領懂咗幾步，差啲跌低。少廢話，老子而家就要順便睇下你呢個爛洞有冇藏住好嘢。講完佢就要往裏闖。就喺呢陣，一直蜷縮喺草堆裏嘅男人突然喐咗，佢唔知邊度嚟嘅力氣，隨手抽起旁邊一支燒火棍，手腕一抖，嗰下動作快到我根本睇唔清。只聽啪一聲脆響，趙三手裏條鞭竟然從中斷開，半截鞭梢跌咗落地。趙三呆住，手裏半截鞭仲放下放下，佢身後啲混混亦傻晒眼，一個個張大個口，邊個夠膽偷襲老子？趙三回個神，惱羞成怒，揮住剩低半截鞭就想向草堆裏戳。男人今次冇同佢客氣。佢撐住身體坐起嚟，雖然臉色依然難睇，但氣勢已經似變咗第二個人。佢手中支燒火棍輕輕一點，正好點中趙三膝蓋窩。趙三哎呀一聲，雙腳一軟，直接跪咗落地，痛到黎牙咧嘴，
半日爬唔起身，滾！男人由喉嚨擠出呢一個字，聲音沙啞低沉，卻帶住不容置疑嘅威嚴。趙三嚇到面色煞白，望住男人冰冷嘅眼神，似乎見到索命閻王，連滾帶爬向後退，衝住云云大喊：走，快啲走！呢個癲佬有病！一班人似鳥獸散，眨眼就跑到冇影。山洞裏重新靜翻落嚟，男人掟低燒火棍，身體一晃，又倒咗落去，大口喘氣。頭先嗰一下似乎耗盡佢所有力氣，我驚呆咗，呆頭來望住佢，又望下地下斷咗嘅邊。呢個就係功夫，比戲文唱得仲犀利。你真係好犀利！我回過神，趕緊扶住佢。頭先多謝你，要唔係你，我屋企隻羊就俾人搶走。男人靠住石壁緩咗好陣，先對我擺一擺手。佢指一指我藏喺懷中嗰本秘笈，又指一指我對腳，然後雙手做咗個向下壓嘅動作，口裏發出聲，眼神帶住一絲期待。我愣咗一下，隨即反應過嚟，你想教我，叫我練呢個？佢點咗點頭，目光堅定。我撓一撓頭，有啲猶豫。大叔，我笨，字都唔識幾多，學得識咩？而且練呢啲有咩用？當飯食得咩？男人急咗，掙扎住想比劃，卻扯到傷口，痛到直冒冷汗。佢費力由地上執起一塊碎石，喺地上畫咗個簡單圖形，係人紮馬步嘅樣。再喺旁邊畫咗一隻羊，又喺羊上面畫咗一把刀，打咗個交叉。我睇明咗，練咗呢個就可以保護羊，保護屋企，唔使俾人欺負。心裏某條弦被撥動咗，由細到大，因為屋企窮，我冇少受趙三呢種人嘅氣。爹娘老實，只識忍氣吞聲。如果我都可以似佢咁，一招就制服惡霸，咁該有幾好？得，我一咬牙，跪喺地上，我學，只要你唔嫌我笨，我就跟住你練。男人面上露出入洞以嚟第一個笑容，雖然好淡，卻暖到似初春陽光。佢伸出手，粗粗掌心輕輕拍咗拍我膊頭。嗰一刻，我覺得自己已經唔再係嗰個只識放羊嘅傻小子。由嗰日起，呢個破舊山洞就成咗我嘅練功房。男人雖然講唔到嘢，但佢嘅眼神就係最好嘅指令。佢教我點樣呼吸，點樣企樁，點樣發力，每一個動作都枯燥到極，每一次糾正都伴隨住劇痛。但係我咬住牙堅持，因為我知道呢個係我改變命運嘅唯一機會。日子一日一日過去，山裏野草綠咗又黃，我對腳越嚟越有力，手上嘅繭亦越嚟越厚。男人身上啲傷慢慢好返，雖然仲係唔可以大聲講嘢，但精神頭好咗好多。我哋爺倆就喺呢個與世隔絕嘅山洞裏過住簡單又充實嘅生活，直到有一日，外面嘅世界再一次闖咗入嚟，打破咗呢份寧靜。月亮剛爬上樹梢，銀白色月光灑喺河灘上，將啲鵝卵石照到發亮。我跪喺一塊特別嫁人嘅大石上，大腿肌肉繃到似鐵塊咁硬，汗水順住臉可往下流，滴入眼裏，脊到生痛。我卻連眨眼都唔敢眨一下。呢個係男人教我嘅企樁，佢話要拳腳有力，下盤就要似生咗根咁穩。呢個姿勢睇落簡單，其實難受得要命。啱啱開始練嗰陣，我連一盞茶都頂唔住，對腳震到似西康咁，幾次都想放棄。可每逢呢個時候，男人就會用條燒火棍輕輕敲我小腿，眼神嚴厲到似一匹狼。再頂多陣就多陣，我咬實牙關喺心裏同自己打氣。身邊嘅男人亦冇閒住，佢雖然仲未可以長篇大論咁講解，但每晚都會趁住月光，用樹枝喺地下畫圖。啲圖密密麻麻，全都係啲世人擺住各種奇怪姿勢，有啲似跳舞，有啲似打交。我知道呢啲就係本秘笈裏嘅內容。佢唔識字，又或者唔方便直接俾我睇書，就用呢種最笨嘅方法，一筆一畫咁教我。今晚幅圖格外複雜，畫嘅係一個人點借力打力。
男人畫得好慢，每畫一筆都要停低喘一口氣，似忍住好大痛楚。佢背脊啲傷雖然已經結咗痂，但遇到陰雨天仲會隱隱作痛。我睇喺眼內，心裏酸酸地。為咗教我，佢幾乎耗盡晒心血。師傅，抖陣啦！我忍唔住開口。自從嗰日之後，我就改口叫佢師傅。男人搖搖頭，指一指地下幅圖，又指一指我對腳，示意我繼續。佢攞起樹枝喺幅圖旁邊畫咗個箭嘴，表示力嘅走向。之後用手喺我膊頭扭按，調整我嘅重心。就係呢一下，我即刻覺得有股熱流由肩膀傳遍全身，原本又酸又脹嘅雙腳竟輕鬆咗唔少。我驚訝咁望住佢，佢就露出一個讚許嘅眼神，示意我照住呢種感覺繼續練。就咁一日接一日，一個月接一個月，我嘅膝頭磨穿咗皮，結咗痂又再磨穿，最後生出一層厚厚嘅疹。我對手亦因為長期握拳拍打，變得粗糙不堪，但變化亦好明顯。3個月後，一個朝早，屋企出咗件怪事。嗰日阿爹要去磨豆，但係屋企個石磨盤壞咗軸，要挪開先整到。呢個石磨盤足足有300斤重，平時要2個壯丁合力先抬得喐。阿爹正愁去邊度揾人幫手，我啱啱由山洞練完功翻嚟，成身都係汗。爹，我嚟試下。我講住行到石磨盤前，阿爹嚇咗一跳。阿牛，你唔好逞強，呢個嘢沉得好緊要，閃親條腰就唔係講笑。我冇出聲，深吸一口氣，氣沉丹田，照住師傅教我嘅方法，雙腳捉實地下，雙手扣住磨盤邊緣，猛然一用力，只聽到我低呷一聲，個300斤嘅石磨盤竟俾我單手抬離地半尺高。阿爹睇到眼珠都差啲跌出嚟，嘴巴張到似猜得入一隻雞蛋。神啊，阿牛你食咗乜嘢？點會突然咁大力？阿爹圍住我轉咗幾圈，又摸我手臂，又捏我對腳，滿臉唔敢相信。我嘻嘻一笑，心裏卻明白呢個唔係乜嘢大力丸，而係師傅日夜教導嘅成果。啲睇似枯燥嘅企樁同發力技巧，早就已經喺我身體裏紮咗根，令我每一分力氣都可以用喺刀口上。嗰晚，我輕匆匆咁跑返山洞，想同師傅報喜。啱啱入洞就見到師傅靠喺度咳，咳到撕心裂肺，手拍上又多咗幾點血跡。師傅，我慌晒神，即刻過去幫佢順氣。佢擺擺手，示意冇事。等我平靜落嚟，佢先指一指外邊，又做咗個握拳動作，眼神裏滿是欣慰。佢知道佢嘅心血冇白費。夜深咗，山風呼嘯，師傅日到靠住石壁瞓着咗，手裏仲緊緊攥住支用嚟畫圖嘅樹枝。我望住佢張憔悴但安詳嘅面，心裏湧起一股暖流。喺呢個冷漠嘅世道裏，係佢俾咗我尊嚴同希望。我悄悄攞出本秘笈，借住月光翻嚟睇。雖然大部分字我仲係唔識，但啲圖形我已經熟到爛啦。我開始試住將師傅教嘅招式同圖上內容結合起嚟，慢慢琢磨當中嘅奧妙。突然，我發現咗一處以前一直冇留意到嘅細節。圖上一個世人嘅腳部位置有啲奇怪，似係特登畫歪。我試住照個位置企一企，即刻覺得全身力度順暢咗好多，似打通咗任督二脈。原來呢本秘笈裏仲有咁多玄機，如果唔係師傅手把手咁教，單靠我自己亂咁琢磨，恐怕一世都悟唔透。我望向師傅，眼裏充滿感激。呢一刻，我暗暗發誓，一定要將呢身功夫練到極致，唔只要保護自己，保護屋企人，更要保護似師傅咁嘅好人，唔俾壞人再欺負我哋。窗外嘅月亮更光，照到山洞裏一片清明。我知道我條路先啱啱開始，但只要跟住師傅，就冇跨唔過去嘅坎。秋風吹住枯葉捲入山洞，原本平靜嘅日子被一陣急促馬蹄聲踩碎。
上次嗰兩個家丁今次冇單獨行動，而係帶住幾十個手持鋼刀嘅黑衣人，似一群餓狼咁圍住山口，就喺入邊。今次插翼都難飛。帶頭嗰個聲音陰冷刺耳，正正就係上次嗰個滿面橫肉嘅調火，只不過今次佢換咗一身更精緻嘅黑衣，腰間仲掛住一塊令牌，睇落似係個唔細嘅頭目。我喺洞腦聽得真切，手心瞬間滲晒冷汗。師傅啲傷仲未好翻晒，根本打唔過咁多人，更何況對方係有備而來，刀槍棍棒樣樣齊。阿牛，走暗格！師傅突然開口，聲音雖然依舊沙啞，卻異常冷靜。佢指一指山洞深處一處被雜草掩住嘅縫隙，嗰度係佢前幾日特登叫我挖嘅藏身之處。我唔走，我倔強咁企喺度，要走就一齊走。師傅急咗，一把將我推向暗格，眼神裏滿是焦急。聽話，留得青山在，唔怕冇柴燒。你若果死咗，邊個替為師報仇？邊個替百姓申冤？但係你快走！師傅厲聲喊道，隨手抄起條已經磨到發亮嘅燒火棍，轉身面向洞口。佢嘅背影喺昏暗光線之下顯得有啲單薄，卻似一座山咁擋喺我面前。我咬咬牙，含住眼淚鑽入暗格，透過縫隙望出去，黑衣人已經衝咗入嚟。刀光劍影瞬間填滿咗狹窄嘅空間，交出秘笈，要你唔死。帶頭人獰笑住，揮刀向師傅擰去。師傅冇退縮，佢身形一閃，燒火棍似靈蛇咁探出，準確打中帶頭人嘅手腕。嗰人慘叫一聲，鋼刀跌落地。緊接住，師傅身形游走，喺人群裏穿梭，每一棍落去，必定有一個人倒低。佢嘅動作行雲流水，仿佛唔係喺度搏命，而係表演緊一場絕美嘅舞蹈。然而雙拳難敵四手，黑衣人實在太多，而且個個身手都唔差。好快，師傅身上又添咗幾道新傷，鮮血染紅咗衣衫。佢嘅動作漸漸慢咗落嚟，呼吸亦變得急促。不過係強弩之末。帶頭人見狀，眼中閃過一絲狠辣，從背後抽出一把長劍，趁住師傅舊力已盡、新力未生嘅一刻，狠狠刺向佢後心。師傅，我忍唔住大叫一聲，不顧一切由暗格裏衝咗出嚟。師傅聽到我把聲，猛然回頭，眼中閃過一絲驚恐。阿牛，快啲避開！佢顧唔上防守，硬生生扭轉身子，用背脊迎向嗰致命一劍。撲嚓一聲，長劍入肉嘅聲音令人毛骨悚然，鮮血瞬間噴湧而出，令到我成面都係又暖又黏。師傅個身慌咗慌，卻冇倒低，佢反手一棍，重重擊中帶頭人胸口，將佢震飛出幾丈遠。其餘黑衣人俾佢呢股決絕氣勢震懾住，竟一時唔敢上前。阿牛，師傅轉過身，嘴角熱住鮮血，卻努力擠出一個笑容。記住，習武唔係為咗殺人，係為咗唔俾人殺你，係為咗守護你想守護嘅嘢。呢句說話似一道驚雷喺我腦海裏炸開。我望住佢滿身係血嘅樣，心裏嘅恐懼瞬間被憤怒取代。你哋呢班畜生！我怒吼一聲，執起地上一條木棍，學住師傅嘅樣衝咗上去。嗰一刻，我唔再係個膽小嘅放羊娃，我腦海裏浮現出呢幾個月嚟師傅教導嘅每個動作，每種發力技巧。我合埋眼，用心去感受周圍嘅風聲、腳步聲，聽風辨位。我喺心裏默念，木棍喺我手中仿佛有咗生命，佢唔再係普通木頭，而係延伸出去嘅肢體。我準確擊中每個試圖靠近師傅嘅黑衣人嘅關節同穴位，啲人哀嚎住倒低，一個個捂住痛楚，再都爬唔起身。黑衣人見狀紛紛後退，眼中露出驚恐神色。佢哋點都估唔到，一個乳臭未乾嘅細路竟都有如此身手，切，快切！帶頭人捂住胸口，狼狽咁喊道：呢班人丟低滿地呻吟嘅同伴，
倉皇逃走。山洞裏重新恢復安靜，只剩低我同師傅粗重嘅呼吸聲。我掉低木棍，撲到師傅身邊，眼淚止唔住咁流。師傅，你點？你唔好嚇我。師傅靠喺我懷裏，面色白到似紙，氣息微弱。佢抬起手，輕輕抹走我面上嘅血跡同眼淚，眼神溫柔到似望住自己個仔。好孩子，你做到啦。佢艱難咁講，以後要好好活落去。講完呢句說話，佢隻手無力咁垂低，徹底失去咗意識。我抱住師傅，喊到撕心裂肺。我知道呢一戰雖然贏咗，但代價太大。師傅為咗救我，差啲連命都冇。呢份恩情，呢份教誨，我會用一生去銘記，去報答。外面嘅風依舊吹緊，捲住落葉喺半空盤旋。我抹乾眼淚，眼神變得堅定無比。從今往後，我就係師傅嘅腿，係佢嘅眼，係佢未完成嘅願望。邊個都唔好諗住再傷害我哋分毫。大雪封山嘅前一晚，寒風似刀咁刮喺面上。師傅將我推出洞口，塞俾我一包碎銀同本翻到爛晒嘅秘笈，自己轉身行向追兵可能出現嘅方向，背影決絕而孤獨。走，唔好回頭。呢個係佢留俾我嘅最後一句話，聲音喺風裏斷斷續續，卻字字千鈞。我含住眼淚，一步三回頭咁離開咗生活2年嘅山洞。我知道師傅係為咗引開追兵，用自己條命換我一條生路。我唔可以辜負佢，必須活落去，而且要活得精彩。帶住秘笈同仇恨，我流落到附近嘅縣城。為咗生存，我喺一間屠宰場做學徒。老闆係個精明嘅中年漢子，見我力氣大又肯做，便收留咗我，俾我改咗個花名叫殺牛蛙。屠宰場嘅生活又污糟又凌亂，每日面對嘅都係血腥場面同難聞氣味。工友大多粗魯，成日攞我嚟開玩笑，甚至克扣我工錢，但我全都忍落嚟，因為我知道呢度係我最好嘅掩護，亦係我磨練技藝嘅最佳地方。日頭我忙住劏豬宰牛，學點一刀斃命，點快速分解骨肉。夜晚我就匿喺後院間細屋裏，借住微光研讀本秘笈。我將屠宰時嘅動作同秘笈上嘅招式結合起嚟，發現兩者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劏豬講求快準狠，習武亦都一樣。日子一日一日過去，我嘅手藝越嚟越精湛，功夫亦越嚟越深厚，但我始終保持低調，從來唔會顯露半點鋒芒。我知道江湖險惡，稍有不慎就會招來殺身之禍。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。半年後嘅一日，屠戶老闆突然當場反口，不但賴走我嘅工錢，仲聯同幾個地痞爛仔想將我趕出屠宰場，甚至仲想喺眾目睽睽之下向我喐手。小兔崽子，俾你一口飯食已經算好，仲敢要工錢？老闆揮住把劏豬刀，惡狠狠咁威脅道：識相就即刻滾，唔係就俾你企住入嚟，橫住出去。周圍啲工友都低住頭，唔敢出聲。佢哋怕老闆，亦怕嗰幾個地痞。我望住老闆嗰張貪婪扭曲嘅面，心裏嘅怒火再都壓抑唔住。呢2年嚟嘅隱忍喺呢一刻化成爆發嘅力量。老闆，做人要講良心。我平靜咁講，我嘅聲音唔大，卻透住一股寒意。良心，老子就係良心。老闆冷笑一聲，揮刀向我劈過嚟。我冇閃避，就喺刀鋒就快碰到我身體嘅瞬間，我終於喐咗。我身形好似鬼魅一樣，猛然一閃，右手準確扣住老闆手腕，左手順勢喺佢手肘關節位上一推，咔嚓一聲脆響，老闆條家膊瞬間甩抽，劏豬刀當啷一聲跌咗落地，佢痛到嗚嗚大叫，成個人跪倒喺我面前。嗰幾個地痞見狀，紛紛抄起棍棒衝上嚟。我冷哼一聲，身形一轉，拳腳並用，每一招都簡潔利落，直擊要害。唔夠片刻功夫，嗰幾個地痞就東歪西倒咁瞓晒喺地。
哼哼吱吱爬唔起身。圍觀人群發出一陣驚呼，隨即爆出熱烈掌聲。大家早就受夠老闆同地痞欺壓，見我出手教訓佢哋，無不拍手稱快。老闆痛到滿頭大汗，面色慘白，跪喺地上求饒：大爺，我錯啦，我以後再都唔敢啦。工錢我俾你，雙倍俾你，求你放過我啦。我冷冷望住佢，冇講嘢，只係鬆開咗手。老闆如蒙大赦，連滾帶爬去攞錢，雙手發震咁遞俾我。記住，我接過錢，淡淡咁講：習武之人唔係為咗欺凌弱小，只係為咗公道自在人心。講完，我轉身離開，留低身後一片議論紛紛嘅人群。嗰晚，我坐喺城牆上，望住天上明月，諗起師傅。唔知佢而家點樣，係咪安全？我摸一摸懷裏本秘笈，心裏重新充滿力量。雖然身處市井，滿身油污，但我眼神愈嚟愈亮。我知道我等緊一個機會，一個可以令我光明正大企出嚟，為師傅報仇，為天下受苦人伸張正義嘅機會。屠宰場嘅經歷令我明白，真正強者唔係高高在上，而係可以喺泥濘中守住本心，喺黑暗中點亮希望。無論未來條路有幾艱難，我都會勇往直前，絕不退縮。春雷響過，已經係第10個年頭。我一刀劈開半線肥豬，刀刃停喺骨縫裏，分毫不差。圍觀人群發出一陣驚呼。此時嘅我，已經唔再係當年嗰個瘦弱放羊娃。10年磨礪，令我長成一個身高8尺、肌肉渾結如鐵嘅漢子。我皮膚呈現健康古銅色，眼神深邃而銳利，舉手投足之間自有一股沉穩氣勢。屠宰場老闆早就換咗人，而家個老闆對我敬重有加，不但加咗我工錢，仲將我當成左膀右臂。但我心裏清楚，呢度唔係我嘅終點。呢日完成告示，欄前圍滿人，我擠入去一睇，只見一張黃榜赫然貼喺嗰度：朝廷開武舉，廣納天下英才，凡身家清白、武藝高強者，可報名應試，優勝者將授予官職。光宗耀祖，見到武舉二字，我個心猛咁跳起嚟。呢個就係我一直等緊嘅機會。只要考上武狀元，我就可以有身份有地位，就可以光明正大查清當年真相，替師傅討回公道。然而報名條件卻好苛刻，要身家清白，仲要有當地有名望嘅人作保。我係外來戶，身世不明，仲俾當地一個惡小惡意舉報，話我係逃犯。報名處嘅官吏二話不說，當場就將我轟咗出去。去，邊度嚟嘅野小子，身家唔清唔楚，仲敢嚟考武舉，咪喺度搗亂。官吏唔耐煩咁揮住手，我據理力爭，卻俾幾個衙役推推撞撞趕咗出去。周圍百姓指指點點，有人同情，有人嘲笑。嗰個舉報我嘅惡小更加得戚，企喺人群裏大聲譏諷：就憑你都想考武狀元，發夢啦！我握實拳頭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。難道10年努力就咁付諸東流？難道就因為出身低微，就永遠冇出頭之日？就喺我心灰意冷之際，一匹快馬疾馳而嚟，馬上坐住嘅正係本縣縣令。原來縣令今日微服私訪，啱好路過此地，睇到呢一幕，何事喧嘩？縣令勒住馬，沉聲問道。官吏連忙上前稟報，添油加醋咁話：我係個來歷不明嘅流民，企圖混入武舉考場。惡少亦喺旁邊附和，話我前幾年曾經打傷過人，係個危險人物。縣令冇輕信，只係上下打量我一番，目光落喺我對手上，嗰係一雙布滿老繭、充滿力量嘅手。你話你武藝高強？縣令問。回大人，略懂一二。我恭敬咁回答，口講無憑。縣令指一指旁邊一頭正在發狂嘅公牛，嗰係惡少屋企受驚嘅牛。此
前後已經傷咗2個人，你若能制服佢，本官就信你。嗰頭公牛體型巨大，雙眼通紅，正瘋狂衝撞周圍圍欄，周圍冇人敢靠近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氣沉丹田，慢慢行向公牛。公牛見我靠近，發出一聲怒吼，低頭向我衝嚟。就喺牛角即將碰到我身體嘅瞬間，我身形一閃，巧妙避開衝擊，同時伸手捉住牛角根部。我雙臂發力，運用10年練成嘅巧勁，硬生生將狂奔嘅公牛按倒喺地，全場一片死寂。在場所有人都驚呆咗，片刻之後爆發出一陣雷鳴般嘅入彩聲。袁凌眼中閃過一絲驚喜，連連點頭，好功夫，真係英雄出少年。惡笑嚇到面色慘白，一句話都講唔出嚟。袁凌當即拍板，力排眾議，親自為我作保，並將我個名親自報咗上去。年輕人，好好考，莫要辜負本官期望。袁凌拍一拍我肩膀，語重心長咁講。我激動到熱淚盈眶，對住袁凌深深鞠咗一躬，多謝大人成全，草民定當全力以赴，不負所託。攞到報名表嗰一刻，我摸住懷裏本已經用油布包咗10層嘅秘笈，對住故鄉嗰個方向磕咗3個頭。10年啦，師傅，弟子終於有機會企上嗰個舞台。翻屋企路上，夕陽將我影子拉得好長。我知道真正挑戰先啱啱開始，武舉考場高手如雲，權貴子弟眾多，想脫穎而出絕非易事。但係我無所畏懼，因為我有10年積累，有師傅教誨，有一粒永不放棄嘅心。無論前面有幾多艱難險阻，我都會一往無前，直到登頂。考場上塵土飛揚，幾百個壯漢赤住上身，口叫聲震天動地。我着住洗到發白嘅粗布衫，企喺角落，顯得格格不入。周圍啲人大多衣住光鮮，騎住高頭大馬，神情傲慢，不時投嚟輕蔑目光。又邊度嚟嘅鄉巴佬，着成咁都敢嚟考武舉？一個身穿錦衣嘅公子哥騎喺馬上，居高臨下望住我，語氣充滿嘲諷，估計係嚟湊數嘅啫，都唔沙普料照下自己。旁邊啲人附和住，發出一陣悄笑。我冇理會佢哋嘲笑，只係靜靜企喺嗰度，調整呼吸，令心境保持平和。師傅講過，真正強者唔在乎別人眼光，只在乎自己實力。武舉第一項係射箭，規則好簡單，射而動靶，以3箭定勝負。靶由專人牽引，速度極快，而且軌跡飄忽不定，極之考驗射手眼力同埋手感。輪到我上場時，嗰個錦衣公子哥故意使壞，喺佢射箭時暗中用內力震動弓弦，令箭矢偏離軌道，擦住我耳邊飛過，差啲傷到我。哎呀，手滑咗。公子哥假惺惺咁講，眼中卻滿係得意。周圍嘅考官同考生都睇喺眼裏，卻始終冇人敢出聲。呢個就係權貴嘅特權，佢哋可以肆意妄為，而普通人只能忍氣吞聲。我冷冷望佢一眼，冇講嘢，徑直一步步行向射箭台，攞起弓，搭上箭。我閉上眼，耳邊風聲呼嘯，人群嘅嘈雜聲漸漸遠去。我嘅世界裏只剩低個移動靶。師傅教嘅聽風術喺心中運轉，我可以清晰感覺到風嘅流向、靶子移動嘅軌跡，甚至空氣嘅細微波動。第一箭離弦而出，正中紅心。人群發出一陣驚嘆，我冇停頓，迅速搭上第二支箭。今次靶移動速度更快，角度更刁鑽，但我依然閉住眼，憑感覺拉弓射箭。第二箭再次正中紅心，而且緊緊貼住第一支箭尾羽，全場鴉雀無聲，所有人都瞪大雙眼，唔敢相信眼前一幕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搭上最後一支箭。今次我擘開眼，眼神目光如電，鎖定靶心，弓弦拉滿，蓄勢待發。
第三箭飛出，竟然將前兩支箭嘅箭桿從中劈開，三支箭融為一體，穩穩定喺紅心之上。好，好，好！主考官忍唔住大聲入彩，三箭連珠，正中紅心。此等神技，老夫生平罕見。全場爆出雷鳴般掌聲同歡呼聲。嗰個錦衣公子哥面色鐵青，坐喺馬上一言不發，之前嘅囂張氣焰蕩然無存。我放低弓，對住主考官行咗一禮，然後默默退到一旁，冇炫耀，亦冇張揚，仿佛啱啱只係做咗一件微不足道嘅小事。接落嚟幾項考核，我同樣表現得游刃有餘。無論係舉重騎馬定係兵器對練，我都以絕對優勢勝出。我嘅動作朴實無華，卻招招致命，效率極高。一日落嚟，我個名已經傳遍成個武舉考場，人們唔再叫我鄉巴佬，而係專稱我做少年英雄。傍晚時分，一位頭髮花白嘅老教頭悄悄行到我身邊，佢係當年一位名將，因為得罪權貴而被貶到呢度，負責指導考生。小伙子，好身手，老教頭低聲講，但你要留意，下一場係擂台賽，有人要廢咗你，嗰啲權貴子弟唔會輕易放過你呢個搶咗佢哋風頭嘅人。我微微一笑，拱手道，多謝老前輩提醒，但我呢雙手冇咁易廢。老教頭望住我堅定嘅眼神，因為咁點點頭，好，有骨氣，老夫睇好你。夜幕降臨，考場上燃起篝火，考生們圍坐一齊談論今日比賽。我獨自坐喺角落，擦拭手中長槍，火光映照喺我面上，映出堅毅輪廓。我知道真正風暴即將來臨，但我唔怕，因為我已經準備好。無論對手係邊個，無論陰謀詭計幾陰險，我都會用實力說話，一拳一腳打出屬於我嘅天地。師傅，您喺天之靈睇住啦，弟子定唔會俾你失禮。擂台上對手係個身高9尺嘅巨漢，成身肌肉隆起，似座鐵塔咁矗立喺嗰度。佢赤裸上身，皮膚黝黑發亮，每一塊肌肉都蘊藏住爆炸性力量。佢一拳砸落嚟，連木板都震動，發出沉悶響聲。呢個係武舉最後一場考核，擂台賽。勝者將會成為呢一科嘅武狀元。我嘅對手名叫趙無極，係當朝宰相嘅侄仔，自細習武，力大無窮。據講曾經徒手打死過一頭猛虎。佢企喺擂台上，居高臨下望住我，眼中滿是不屑。鄉野村夫亦配同我交手？趙無極冷哼一聲，勸你早啲認輸，免受皮肉之苦。我冇回答，只係靜靜企住，雙手自然垂低，眼神平靜如水。師傅講過，越係強大嘅對手，越要冷靜。憤怒同恐懼只會令人失去理智，揾死。趙無極見我無視佢，勃然大怒，大吼一聲，似坦克車咁向我衝嚟。佢速度極快，帶起一陣狂風，拳頭帶住呼嘯風聲，直奔我面門。我不閃不避，就喺拳頭即將打中我嘅瞬間，腳下步伐一變，身形似柳絮咁輕輕一側，緊緊避過呢一下雷霆重擊。趙無極嘅拳頭砸喺空處，巨大慣性令佢身子微微向前傾。我捉住呢個機會，右手成掌，準確切喺佢手爪關節位。趙無極只覺得手臂一麻，力度即刻卸咗大半，有啲意思。趙無極穩住身形，眼中閃過一絲驚訝。再嚟，佢再次發動攻擊，今次更加猛烈，拳風呼嘯，腿影重重，仿佛要將我撕成碎片。但係我始終保持冷靜頭腦，利用靈活身法喺擂台上游走，唔同佢硬碰硬鬥力，而係專攻佢下盤同關節。我諗起喺屠宰場劏豬嘅情景，嗰啲龐然大物雖然力大無窮，但只要揾到佢哋嘅薄弱位，就可以輕鬆制服。趙無極亦係咁，佢雖然強壯，但係動作相對笨拙，而且身上有幾處舊傷。我瞅準時機，喺佢抬腿踢擊嘅瞬間，
突然矮身一記，掃堂腿，掃向佢支撐腳，同時雙手捉住佢腳踝，用力一扭，咔嚓一聲，趙無極嘅腳踝發出一聲脆響，佢慘叫一聲，龐大身軀失去平衡，重重摔喺擂台上。台下觀眾發出一陣驚呼，邊個都估唔到呢個睇似弱不禁風嘅少年，竟然可以將不可一世嘅趙無極摔倒落地。趙無極惱羞成怒，掙扎住想爬起身，我又點會俾佢機會？身形一閃，欺身而上，雙手似閃電咁點喺佢幾處大穴上。趙無極即刻覺得全身酸軟，動彈不得。你使詐！趙無極咬牙切齒咁口道：兵不厭詐。我淡淡咁講，況且我只係用咗巧勁而已。此時裁判已經睇呆咗，過咗半晌先反應過嚟，高聲宣布牛鐵處勝，全場沸騰，人們歡呼雀躍，為我嘅勝利入彩。嗰個曾經欺負我嘅惡小，而家已經混入考場做隨從，嚇到面色慘白，匿喺人群後面瑟瑟發抖。我企喺擂台中央，環視四周，目光如炬。我冇向任何人炫耀，只係對住觀眾席行咗一個標準禮。真正強者唔需要向智藝炫耀，我嘅目標係更高嘅天空，係守護更多百姓。行落擂台，老教頭迎咗上嚟，眼中滿是讚賞，好小子，做得漂亮。嗰一招四兩撥千斤，用到爐火純青，連老夫都自愧不如。前輩過獎，我謙遜咁講，僥倖取勝罷啦，唔好謙虛。老教頭拍一拍我膊頭，聽日嘅殿試先係真正考驗，皇上會親自出題，到時你可以拎出真本事。我點咗點頭，心中充滿期待。殿試嗰係離夢想最近嘅地方，只要通過呢一關，我就可以實現自己誓言，為師父報仇，為天下受苦人伸張正義。夜晚，我獨自坐喺客棧窗前，望住天上明月，月光灑喺身上，清冷而柔和。我諗起師父，諗起嗰啲喺屠宰場度過嘅日日夜夜，諗起呢一路上嘅艱辛同磨難，呢一切都係值得，因為我知道聽日將會係新開始。金鑾殿上莊嚴肅穆，文武百官分列兩旁，連大氣都唔敢出。皇帝端坐喺龍椅之上，目光如炬，審視住殿下幾位武舉佼佼者。我跪喺單臂之下，身穿一身乾淨布衣，雖然冇華服加身，卻自有一股凛然正氣。餘光瞥見武將隊列中一張熟悉又陌生嘅面映入眼簾，嗰係當年追殺師父嘅領頭人，如今已經係鎮國大將軍王猛。王猛似乎亦認出咗我，眼中閃過一絲驚愕，隨即轉為陰狠。佢顯然冇諗到，當年嗰個放羊娃竟然可以企喺呢度，離權力中心如此之近，平身。皇帝威嚴嘅聲音響起，我哋幾人起身，隨手而立。呢次武舉人才輩出，皇帝緩緩講道，朕甚感欣慰。最後一道題，朕想問問諸位，習武之人何為忠，何為義？其他幾人紛紛上前引經據典，大談忠君愛國之道。輪到我深吸一口氣，朗聲道：灰陛下，草民以為忠非愚忠，義非師義。忠係忠於百姓，忠於社稷；義係行俠仗義，除暴安良。若權貴欺壓良善，武者當挺身而出，呢個先係真正大忠大義。話音剛落，王猛突然出列，指住我話：陛下，此人言辭狂妄，實乃大逆不道。臣懷疑佢師承反賊，意圖不軌。滿朝譁然，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喺我身上。王猛步步緊逼，10年前有一反賊竊取朝廷機密，畏罪潛逃。此人正係嗰反賊徒弟，佢身上嘅武功就係從嗰反賊處學嚟，請陛下明察，將其拿下治罪。氣氛瞬間緊張到極點，
幾個侍衛已經將手按喺刀柄上，隨時準備動手。我冇驚慌，反而從容咁由懷中掏出嗰本珍藏咗10年嘅秘笈，雙手高舉過頭頂。陛下，草民確有師傅，但係佢絕非反賊。當年師傅為保護百姓，遭奸人陷害，身受重傷。呢本秘笈乃係師傅畢生心血，內容全係強身健體、保家衛國之術，並冇半點叛逆之言，請陛下過目。皇帝示意，太監接過秘笈，翻閱起嚟。片刻之後，皇帝眉頭舒展，眼中露出讚賞之色。此書中確無背逆之詞，反倒有好多治國安邦、練兵御敵之策。王愛卿，你作何解釋？王猛面色一變，搶住辯道：陛下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也許佢只係偽裝得好。陛下就喺呢個時候，殿外傳嚟一陣急促腳步聲，幾名百姓模樣嘅人衝入大殿，跪地高呼。草民等為牛壯士作證，當年嗰位恩人係為咗救我哋全村人才受傷，佢係大英雄，絕對唔係反賊。原來當年被師傅救下嘅百姓，聽聞我參加武舉，特以聯名上書，千里迢迢趕嚟京城為我作證。皇帝聞言，龍顏大悅，民心即天心，有此等義士，係我大幸。王猛，你誣陷忠良，該當何罪？王猛癱軟在地，面如死灰。皇帝當即下旨，封我為武狀元，授游擊將軍之職，並下令徹查當年舊案，將王猛背後勢力連根拔起，牛鐵杵。皇帝望住我，目光溫和。你不但係武狀元，更係朕嘅肱骨之臣。望你不忘初心，為國為民，建功立業。我跪地叩首，淚流滿面。草民遵旨，定不負陛下厚望，不負師傅在天之靈。走出金鑾殿，陽光灑喺身上，溫暖而明亮。10年隱忍，10年奮鬥，終於換來呢一刻榮耀。我知道呢個唔只係一個人嘅勝利，更係正義嘅勝利，係無數似師傅一樣嘅普通人嘅勝利。抬頭望向天空，雲朵潔白如雪。師傅，你睇到咩？弟子做到啦。馬蹄踏過熟悉嘅鄉間小路，揚起陣陣塵土。我身穿大紅狀元袍，胯下高頭大馬，身後跟住御賜牌匾，同一隊護送官兵，徑直走向嗰個破舊山洞。10年啦，呢度一切似乎都冇變，又似乎全都變咗。村里土路依舊坑坑洼洼，但係嗰幾棵老槐樹更加粗壯茂盛。村民聽到動靜，紛紛跑出家門圍觀。當佢哋見到我呢個曾經嘅放羊娃，如今成咗威風凜凜嘅武狀元時，一個個驚到合唔埋口。係阿牛，真係阿牛！哎呀，呢個孩子有出息啦！當年我就睇出佢非同凡響。議論聲中夾雜住羨慕同敬佩。曾經嘅村霸趙三，如今已經老態龍鍾，縮喺人群後面瑟瑟發抖，唔敢同我對視。我翻身落馬，摘下官帽，對住鄉親們深深鞠咗一躬。各位叔伯嬸娘，阿牛翻嚟啦！眾人紛紛上前，拉住我隻手，噓寒問暖。我冇擺架子，似細個嗰陣一樣，同大家親切交談。隨後，我命人打開帶嚟嘅箱，裏面裝滿金銀財帛。我將呢啲錢財分俾村裏貧困戶，並宣布出資修路、建學堂，令村里孩子都可以讀書習武，唔再受人欺負。由今日起，賺地村再都唔會有人受欺壓。我大聲宣布道，村民們歡呼雀躍，眼中閃爍住淚光。趙三亦戰威威咁行過嚟，跪喺地上磕頭。阿牛，牛大人，以前係我唔啱，我有眼不識泰山，求你原諒。我扶起佢，淡淡咁講，過去嘅事就由佢過去啦。你去學堂掃地贖罪，好好教育下一代，莫要俾佢哋行你條舊路。趙三千恩萬謝，連連點頭。安頓好村民後，我獨自一人嚟到嗰個破舊山洞。
洞口雜草已經生得好高，入面布滿蜘蛛網。我走入山洞深處，喺一個隱蔽角落揾到師傅遺骨。原來當年佢並冇走遠，而係選擇喺呢度坐化，守望住呢片土地，守望住我。我換上布衣，恭恭敬敬跪喺師傅遺骨前，擺上酒菜，點燃香燭。師傅，阿牛嚟睇你啦！我輕聲講，眼淚不由自主流咗落嚟。弟子不辱使命，考上武狀元，為你平反。依家弟子接你回家。我小心翼翼將師傅骨灰裝入壇中，背喺背上。走出山洞時，夕陽西下，餘暉灑喺身上，將我影子拉得好長好長。牽住馬，孖住骨灰，我一步一步走向村莊。炊煙朦朧升起，孩子們喺學堂裏讀書嘅聲音朗朗入耳。呢一切都係咁平凡而溫暖。我知道我嘅故事仲未結束。作為武狀元，我仲有更重要嘅責任要去承擔。但係至少此刻，我可以安心帶師傅回家，令佢喺呢片佢心愛嘅土地上安息。風吹過田野，麥浪翻滾，仿佛喺訴說一個關於成長、關於堅守、關於愛嘅傳說。而我將繼續前行，帶住師傅期望，守護呢個盛世太平。